宵晚会上遇见的，因为我也一直很喜欢越剧，大家多希望大家包涵我的表演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这个十八相送。两兄守望门前一枝梅，自从鸟儿对当对，喜鹊门子早早就相离两手报喜来。弟兄二人出门来，门前喜鹊正上对，从来喜